Breaking news brought to you by CNN。歡迎收睇我哋今日嘅 CNN Breaking News 廣東版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Eric Lee。雖然播放時間有限，但我想藉住今次咁珍貴嘅機會，多謝我爸爸、媽媽、兄弟姊妹，同埋我身邊周圍所有支持我好朋友。最緊要嘅就係多謝我哋監製俾我呢次咁好嘅機會啦。係啊，好對唔住。首先我哋睇一睇來自《三德日報》嘅頭條新聞。其實國內治安冇任何問題，所以我哋國內新聞係冇份嘅。再睇一睇國外嘅新聞，喺英倫，即係英格蘭咁解。我哋睇到今日有最 hot、最 in、最勁爆、最熱點嘅頭條新聞。其實我唔有啦，但係接翻過嚟。好對唔住啊，我再重複。喺英倫，亦即係英格蘭，有最 hot、最 in、最勁爆同埋最熱點嘅頭條新聞。喺未報導呢宗新聞之前，我想大家了解一下呢篇報導嘅關鍵人物，即係英文老衰。眾所周知，老衰係有幾咁衰㗎啦，更何況喺老衰最樣衰嘅地方，亦即係喺最樣衰國家，亦即係英倫。我強調喺英倫並唔係大馬。若大家唔明咩係老衰嘅話，咁我就為大家講解一下啦。普通嚟講，老衰就係嗰啲着住制服喺馬路上行嚟行去嘅孖豆。亦稱之為白腳。至於孖豆同白腳係點解，我仲無法解答啦。講翻老衰，其實佢哋並唔識捉賊或者破案，其實除咗抄牌同食水，都係食水同抄牌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哋同黑社會冇乜分別。正確啲嚟講，佢哋即係差佬或者係警察咁解啦。翻嚟睇下今日嘅熱點新聞。據報道，有一位巴西佬叫羅納比抄，喺今日朝頭早英倫時間9點45分嘅時候，佢孭住個背囊。喺倫敦阿仙奴著名球員 Thierry Henry 嘅屋企附近啦嘅地鐵站隧道裏邊，打算搭地鐵去翻工。呢個時候有位英明神武嘅英倫老衰，名叫做 David Yu， 佢發現呢位巴西同胞嘅行動有所可疑，而之前亦發生過恐怖分子孭住裝有彈藥嘅背囊襲擊英倫嘅事件。據專家指出，最近回教嘅恐怖分子都喜歡利用由最新科技研發而成嘅炸藥。彈藥專家亦通過實驗發現，呢種彈藥係由核能粒子加入硫酸，再摻埋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而組成嘅。英文叫佢做 protein carbohydrate acid sulfate nuclear bomb。我再重複，係 protein carbohydrate acid sulfate nuclear bomb。而喺科學嘅角度嚟睇，佢係有營養嘅炸彈。再講翻各位英倫老衰，佢見情況危急，就叫呢位巴西友冇喐啦。但係呢個巴西朋友，佢就因為趕住翻工，就好暴躁咁樣對呢位老衰對出去嘅宗旨，之後不幸嘅事情就發生啦。而家我哋就嚟睇一下一位現場目擊者所錄低實況畫面。係嘅，講到之後我哋會有獨家嘅現場訪問呢位英倫老衰，轉頭見。耶穌給我3000萬，3000萬，3000萬，耶穌給我3000萬，給我帶回家去。耶穌給我3000萬，3000萬，3000萬，耶穌給我3000萬，給我帶回家去。你開始未？你開始同我講。好渴啊！好渴啊！可樂。可樂，正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奕迅，歡迎大家留意我嘅新專輯《夕陽無限好》。只是近黃昏。大家覺得點咧？請大家留意8月31號，我係會喺大馬雲頂雲星劇場展開我嘅第一場演唱會，請大家多多留意，唔該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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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Back to breaking news, brought to you by CNN。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現場。我哋而家就睇一睇我哋嘅獨家消息，就係我哋訪問現場嘅巴西呢位英倫老師。